各位網友，歡迎收睇風水庫頻道。今集同大家講還神，因為有啲朋友同埋一啲相熟啲嘅客戶就問我有乜嘢還神吉日，咁我乾脆錄段音做條片，等大家自己去睇啊。又有啲朋友問點解見唔到我個樣，問我係咪去咗整容。主要呢係我比較少喺香港，所以大部分都係錄音為主要，遲啲就日日都會見到我噶啦。咁啊，大家記得訂閱啦，點讚啦，好唔好中唔中意都點讚，記得吓留埋言就最好啦。咁入正題，還神有兩種嘅情況，第一種就係話你有一個明確嘅要求，我要中六合彩最少2獎噶啦，我要啲仔女入到某一間學校，因為健康出現問題，求個神保佑自己早日痊癒。呢啲全部都實現咗，咁樣呢類型嘅就你係要即刻還神嘅，唔需要話等到年尾。咁又需唔需要一啲吉日呢？嗱，唔需要一定大吉日，或者吉日都唔需要啦。最緊要唔好一啲嘅破日，一啲4厘日、4絕日、陽忌嘅日，咁你自己就去睇啦。咁另外嘅一種呢，你冇一個明確嘅要求，咁啊喺正月去上柱香就求神保佑，同埋去拜太歲，你求個太歲保佑你嚟緊嘅一年平安健康。呢一類型嘅嘢呢，你就可以等到年尾。咁年尾幾時先屬於係一個還神嘅開始啊？喺以前嘅社會呢，就係一踏入尾牙，尾牙就係農曆嘅12月16之後就可以還神噶。咁啊，因為尾牙之後呢14日呢就過年噶啦，咁打後嘅10日都係去廟宇還神為主。咁而尾後嗰4天呢，就喺屋企還神，處理家內嘅神位為主。咁今日家內嗰啲就唔講啦，而家就比較繁忙，咁我哋就唔好等到尾牙啦，我哋一踏入農曆嘅12月初1就可以去做還神呢樣嘅嘢。有啲乜嘢嘅日期唔適宜還神嘅？農曆嘅12月初1就係我哋新曆嘅1月19，即係話1月19打後我25天，我先講咗不適宜還神嘅日子係以新曆計。新曆嘅1月21係唔得嘅，1月24、1月25、2月2日、2月3日、2月7日、2月9日呢幾日都唔適宜還神。嗰個尾牙呢，就係喺2月3日，尾牙當日係唔適宜還神。而立春呢，我哋今年即係嚟緊嗰年呢，就係2月4號立春。好多人就話立咗春之後呢，你去還神或者你去拜神呢，就係等於下一年噶啦，等於你去求神嘅。咁呢啲甚至乎係廟宇嗰啲嘅人，佢都唔識嘅。我哋拜任何神，求任何神，我哋都係以農曆去計。立春係屬於我哋中國嘅20節氣裏邊嘅分隔嚟嘅。咁我哋通常係以呢啲嘅節氣而去表達大自然嘅變化。節氣呢就15天，每5天呢就有3候。3候就即係話嗰個大自然裏邊出現咗3種嘅情況。好明顯，大家就理解到20節氣其實係一種曆法，呢一種嘅曆法係科學嘅，係同大自然相關嘅嘢。咁而喺術數裏邊呢，點解會用24節氣？即係話立春就係等於第2年呢？我哋因為嘅八字去推算，就因應大自然嘅變化而釐定你嘅吉凶啊嘛。即係話你一捐出嚟喺媽咪嗰度，你一受到大自然嘅影響，直接影響，咁就斷定咗你嘅命運好壞。所以我哋係會用24節氣作每年每月嘅分隔嘅。而求神呢一樣嘅嘢就毫不科學，佢係以農曆嚟計嘅，所以用立春嚟去處理你拜神就係不適宜嘅。好啦，應該大家都明白啦。至於一啲
屋內嘅神幾時還呢？團年啊、大掃除啊、開年啊、正月去求神啊、開工吉日啊，呢啲就等遲啲出片就同大家再講。好多謝收睇，記得訂閱、點讚、留言，拜託大家，唔該晒。